歡迎大家收聽蘇托，我係你嘅心靈清道夫。2026年已經過咗幾日啦，不知不覺地，你哋好嗎？希望你哋都喜樂滿滿，平安常在。你哋有冇諗過，其實你自己都係一個心靈治療魔術師呢？其實喺心靈道路嘅上面，最終成為療癒者嗰個係你自己。喺出面所有嘅療癒工具或者係課堂，其實都係俾你能夠協助向你嘅內在行多一步。你要相信嘅最終都係你自己，俾信心自己，你哋可以做得到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善用正念，吸引到更好嘅實相。有時你講嘅每一句說話，每一個想法，每一個狀態，其實都會不斷影響緊你周圍嘅磁場。如果你磁場弱嘅話，其實就好容易俾其他人嘅信念影響到你嘅想法。所以首先你要自己懂得點樣去穩固你嘅磁場。另外嘅就係你要相信每一個想法，每一句說話都係從正念出發。因為如果你長期都講一啲消極嘅說話，或者係帶住負面嘅信息，磁場中就會共振出消極或者係負面嘅振頻，影響緊你身邊所發生嘅人與事。所以你帶動咩嘅頻率，就會吸引到咩同頻嘅實相。我哋可以點樣做？我哋可以主動去調整自己嘅心態同思維方式，有意識咁樣去轉換呢個語境。點樣為之叫轉換語境？就係將你所諗嘅負面信息，將佢轉化成正念嘅想法。例如有好多人都成日講，我真係好失敗。你可以換成，我只係尚未成功，我會繼續努力向前，向我個目標邁進。都有好多人講，我條命點解咁苦？其實你可以轉換成呢個新嘅語境，就係原來我每日都接受緊唔同嘅挑戰，去令我嘅內在成長。我相信每一個挑戰帶嚟嘅都係一個好嘅學習機會。有啲人亦都會講，我成日都行衰運嘅，成日都好倒霉。其實你可以換成呢件事所發生其實都幾有挑戰性。其實我覺得挑戰性呢一個其實係一個幾好用嘅字句，咁大家可以嘗試下去轉換你自己嘅語境。或者當有個人喺你前面發脾氣發嬲，令到你都好敏感嘅時候，首先你要心平氣和，去諗一諗呢一個人想俾我嘅信息係啲乜嘢，宇宙要我做嘅功課係啲乜嘢。當你個念一轉嘅時候，其實佢所說嘅話可能都未必會動到你嘅肝火。開頭係真係幾難去改變，但係你要相信，當你一願意去改變，行前一步嘅時候，喺你身邊發生嘅人與事都會變得不一樣。或者點解明明截緊的士嘅時候又俾人搶咗架的士？你可以諗下，將呢個語境轉成，可能呢架的士同我嘅頻率不一樣，下一架嚟嘅的士會更加好。相信呢一樣嘢，你自然就會吸引到一架好嘅的士嚟載你。用正念就係將所有怨氣、憤怒轉化為一個積極嘅頻率，念一轉，整個人嘅精神、氣息、氣場都會發生變化。當然喺你前面嘅人生風景自然都會變得不一樣。一思一念都係塑造緊自己嘅生活，你擁有改變命運嘅力量。請你相信你自己，亦都給予自己最大嘅勇氣向前邁步，創造不一樣嘅你。今日另外想分享嘅就係一個小小嘅冥想方式，呢一個係叫做心靈梳臉解鬱水晶球。要揾一個舒服嘅地方坐喺度，靜靜地放鬆你嘅身體，
感受空氣中嘅流動，合上雙眼，繼續你嘅呼吸，然後感受住喺你嘅心輪入邊有一個水晶球，可能你見到呢個水晶球入邊係渾濁，而漆黑一片你睇唔到，其實呢啲入邊嘅渾濁就係你嘅雜念。你可以慢慢去感受呢個水晶球嘅轉動，然後再感受喺你嘅頭頂有一道白光慢慢向下落到你嘅心輪，包住呢個水晶球，將佢淨化，將你入邊所有渾濁嘅雜念都做一個轉化。你開始見到水晶球嘅清澈，然後你會慢慢感受到成個水晶球變得乾淨，所有渾濁嘅雜念都正在轉化。你可以俾自己一個深而長嘅呼吸，感受住心輪入邊嘅轉動，亦都感受住一個白光去淨化你嘅心輪，將所有白嘅光都帶到你嘅心輪進行轉化。最後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你可以開始慢慢張開雙眼，感受下手同腳，俾一個擁抱自己，多謝自己呢一個開始。有好多人成日都會分享話喺我冥想入邊，其實我咩都見唔到俾你聽，你唔需要擔心，亦都唔需要急住去見到前面嘅畫面，你只要感受你自己嘅內在，一步一步咁樣向前行，你慢慢就會見到你內在嘅情況，內在嘅境況。相信你自己係可以做得到，你有能力做一個心靈療癒魔術師。希望你哋能夠都感受到自己真正嘅內在，感受身邊嘅人與事。其實我哋嘅意識係好重要，因為我哋嘅意識能夠影響到周遭發生嘅事情。希望你都能夠感受到當中真正嘅真諦。其實大家唔需要心急，因為其實每一個冥想嘅練習都係帶我哋回到當下呢一刻，去感受自己嘅身體，感受自己內在嘅情感，感受曾經受到創傷嘅部分得到療癒。當你相信、願意放下、願意接受嘅時候，呢個療癒已經產生咗不一樣嘅共振。放下其實就好似你打開咗呢把鎖，已經感受過呢件事喺你嘅生命中出現過，學習嘅機會。請你相信你自己，你可以做得到。歡迎你哋收聽Soul Talk，我係你嘅心靈清道夫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